哟，这个囡仔哪会安尼？出事哭到这阵也袂掂，实足奇怪。笑，哦，乖，哦。娘啊！哦，老皇中，你现在入来啊？哦，乖，娘啊！安在？去女施主平安。啊，即摆也魂迷不醒，面色是足歹的，看起来吼尸体足虚弱的。现在，老皇中，你甲看这个囡仔安尼真出事，伊一个哭到这阵拢袂掂呢。后来我看。哦，乖，哦，乖。这个囡仔天平八满，地角风亮，真是大贵之相。哎呦，点啊咧，无哭啊，哦，安尼才有乖，吼，乖。我惊啊！你这个妇人人，你真是哪样？你的囝伫遮啦，是查甫的呢。我惊！你莫去，我抱你吼，你倒，来，你遮，你看，哎呀，惊！你是一个歹命的囝，你这位妇人人，你唔通搁哭啊啦！保重你的身体较要紧呐。老爸，是你救我先，唔是我啦，是这位老皇中。都是此，你爱保重。我恐惊是无希望。可能是一个囝，无人通甲母养。你是住伫什么所在？哪会流浪到遮呢？我。
来这个囡仔就是世子的后代。老实做，这个囡仔的相貌是大贵之相，将来必定有成就。互边境来给互一个名，好。多谢安尼，就该叫朱元璋。你是有啥物款？朱元璋，快去！你毋通再悲伤，伊会点来百世永庇。我恐惊是无希望，万一我若受3顿2顿，可能是我一个囝，无人通甲保护。老皇帝，我要来拜托你，拜托你，会当来抚养我这个囝。小女子今生无法度通报答，大世管好天马之乐。记起来，老实做，你毋通讲出来。老皇帝，我这个囝来拜托你。要不，胡丽娜，胡丽娜，你精神啊！老爷，外面哦有一个人，我要甲咱照休。哦，生了什么款？是一个无偌济岁的人啊，第一间兜里穿一束的素衣。哦，去请伊入来。是。客官，请。参见元贵，免礼，请坐。谢元贵。院长，好，皇帝，是。元贵，小人因为路过此地，天色已暗，想求元贵赐一个方便，唔知元贵请答应。这就是元贵不便答应，小人就过世了。哎，先生，讲起来是真歹势，并唔是讲老夫唔答应你来照应，因为寒舍实在有淡薄仔不方便的所在。看元贵，并无亲像一个寒酸的人，这想必贵妇是有甚物事？这客官，阮老爷哦，并唔是无爱互你方便啦，只是恐惊伊惊动客官，所以哦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田雕哈不准得言。是。
官位，看你面带愁容，想必是贵妇有发生什么困难，不妨讲互小人听，无一定小人会替你加油排难，也无定着哦。这，老爷，讲互伊听无要紧啦，无一定吼，人有办法咯。哦，客官，请坐。请坐。员外，贵妇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老夫诞生一女，名叫田小燕。一个月前，伫花园咧拥手百花的时，昨晚来小女做不清人事，连亲人都拢袂认出，规日安尼空空颠颠。唉，老夫嘛有请真济大夫来甲伊看，食药也是无效。小女昨晚来一直到即马病拢总袂好起来。原来是这种代志。是，客官，汉社都是有这种的情形，所以不便留客，请过见。员外，唔知会当带小人来去看恋爱，这无一定小人会当治好恋爱的病哦。老爷，看这个人哦，真斯文，大概唔是恶徒啦，无一定哦，伊有办法好医好小姐的病哦。好，田中，启顶带路。是。客官，他看起来都唔敢伫这个所在，尤其是到黄昏的时阵啊，看全家人连查某干路在都唔敢对遮经过。快开门！哦，是。客官，你着较小心嘞，阮小姐是怕人嘞。你怎么样？你怎么了？
那不上了去多。哎呦，哥你快点进来呀！老爷，老爷，田中，当小姐安怎？小姐，我已经甲送去西楼，这个送房去啊啦。伊未客官哦，伫小姐房间咧困呢。哈？迄个客官安怎讲？伊讲小姐哦去中着邪啦，伊阴暗哦要踮小姐房间困，要看动静啦。伊讲无一定哦，小姐哦有办好救呢。有影老爷，咱当已经请遐尼正济，这个大法师来都无依法啦。当烟油才偌济，当伊哪有迄落法律遐尼才多大啦？老爷，田中，妖怪出现了！是，妖怪出现！妖怪，什么款妖怪？这才是大只的白狗啊！呀，无这尔长，呀，管够大，甲迄个客官吼，伫咧后院伫咧大拼尔。啊？啊！停了！妖怪！